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3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怡。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南部上大雨，高雄茂林、南马社、桃园市的里甲桃园各中停班停课，屏东东流线透早嘛紧急宣布准帮停驶。印度航空空难，敢若一个乘客活落来，初步检破超过290个人死亡，目前找到一粒乌鸦巴，要调查原因。中东情势紧张，以色列轰炸伊朗的核能设施，进入紧急状态。伊朗嘛反击，向以色列射上8台无人机。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天气，因为低气压的影响，西南风变强，高雄透早开始上大雨，到中昼为止，这大寮的累积雨量上济，超过200毫米。若山区的雨是落甲真粗。市府宣布，包括茂林区、南马社、桃园市的里甲桃园国中拢停班停课。若桃园目前是撤离45个人。高雄大雨落袂停，公路局人员透早就来桃园区巡视变道状况，发现溪水已经淹过路面，早起7点先进行封路，因为山区雨水量快速增加。市府也陆续宣布，桃园市的里甲桃园国中、茂林、南马社拢停班停课。消防局也出动去桃园国中协助师生撤离。高雄气象站表示，因为西南风变强，水气多，无论山区也是平地，早起8点进前拢已经达到大水河的标准。茂林区达到3小时累积103毫米，达到豪雨的标准。而位于市区的大寮区，早上在8点28分时，24小时累积雨量同样达到205毫米。四维路目前已经淹水了哈，大家尽量少从四维路，要不然车子会熄火。虽讲这场雨量大量细，不过都是落袂停。大寮的四季路早起都因为安尼淹水淹到半个连啊悬，加在水真紧就退啊。水利局表示，水木市区要传出淹水的状况，淹水上悬的所在伫前镇的一栋大楼前有30公分悬。不过雨若变细，大约1点钟内水就会退掉。针对一寡较高淹水的所在，马拢已经安排抽水机进驻，目前并无灾情传出。目前最大施雨量大概在大寮89、大树81。那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总共掌握有12处的积淹水灾情，大概都是在10几公分，最多到30公分。那目前水情中心已经掌握，全部都已经退水。高雄气象站表示，根据目前的观测资料，到14透早为止，高雄的天气也是无稳定，随时拢有大风大雨发生，车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做好防灾准备。记者柯家做赵阳高雄场报道。花莲、台东甲屏东是为昨开始一直咧落雨，有真侪车路、封路、暗坎淹水。台东往回人士和绿岛巡帮嘛拢取消啊。若屏东往回小琉球的部分，本地是今仔日下晡才会停驶，不过因为风影伤大，透早是紧急宣布，早起9点过就拢暂停营运。道路尤其微早，因为头前崩坑已经出现积水，受热带性低气压影响，花莲12暗时出现第四强降雨，造成7卡船客明显中水，县府赶紧封锁附近崩坑。大雨啦，伊带着风啊无好作业，所以大家拢无出去啊。13透早西南风增强，带来水汽，台东继续落雨，沿海应关大约2米，往来兰屿甲绿岛的船班全部取消，渔船嘛拢移入港口。离岛兰屿因为强降雨造成红头溪有大量落公埋水流入去北台湾。红头溪下方处就是还是看得出来被冲刷的一些沙子，就囤积在那个滩头那样子，海平面都看起来就是浑浊黄水，但是村洞里面没有什么灾情。交通船伫大涌当中困难前进，亲像海盗船。屏东沿海透早海上变歹，原本下晡才停航的东流线，业者陆续宣布9点了后停航，拍乱小琉球居民甲游客的行程。开饭店在那里，我们没有地方没有人住啊。怕淹水了哦。对。现在就是在等啊。对啊，等候通知就对啊。民众赶坐最后一班船，紧急停航嘛，造成小琉球4间校校营养午餐无法度送去小琉球，业者只好装车载回去。我们要带回去，试爽，国中国小。就调整吃比较简单型的东西这样，或是从琉球这边看有没有厂商可以供的这样。路边正边出现大约15公分的积水，歹天气唔但影响海上，一直落雨加上满调，互东港共和街船头路顶路段出现积淹水。万丹的万丹路段嘛有广告棚架倒落来，讲到停伫路边的车阻挡通行，加载无传出伤亡。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新闻，印度航空一台飞英国伦敦的飞行机，昨起飞30秒就为天顶摔落来。
飞行机顶拢总载242个人，敢若一个乘客有活落来。因为这飞行机是落伫咧主题区，地面嘛有真侪人拄着不幸。初步研判，规件事故拢总超过290个人死亡，是这几年来全球上严重的空难。这台编号 AI-17被飞去英国伦敦计划去机场的波音客机，乘客包括217位成年人、11个囡仔，也有2个幼婴啊。各级分别是印度、英国、葡萄牙甲加拿大。飞机起飞差不多30秒时阵，看起来无啥来飞飞距离愈飞愈低，尾仔就规台飞機摔來，爆炸導火慶煙。मेरा पीछे यहाँ 200 मीटर पहले ऑफिस एरिया एयर कार्गो एक्सप्रेस यहाँ पे जो ऑफिस से बाहर निकला तो मैंने देखा कि आवाज जोर से आवाज आया विंग्स का फिर पूरा धुआं भर गया。一開始嘅報道攏講，包括機組員在內242人全部死亡，不過印度官方證實有一位英國籍嘅乘客活落來，伊當陣坐喺個緊急出口附近，對內面跳出來。Even though we survived, yeah, it's a miracle. Like, still worried about my other brother. He video called my dad. As he crashed, he said, "Our plane's crashed." All of that. I don't know where my brother is. This is a difficult day for all of us at Air India, and our efforts now are focused entirely on the needs of our passengers, crew members, their families, and loved ones. 救援人員即賣抑個佇咧涉機嘅地點搜救，佇咧機場邊仔醫學院學生宿舍抑個主題區，亦和這台涉來飛機撞到，受損嚴重，佇地面有人遭受到不幸。वो ब्रेक पड़ा था खाने का तो हॉस्टल में खाने गया था इधर नहीं हॉस्टल में ही प्लेन क्रैश हुआ पर मेरे लड़का को कुछ हुआ नहीं बात हुई मेरी。英國廣播公司 BBC 報道，醫學院嘅學生宿舍至少有50位醫學生受傷送病去。全印度醫學協會講，亦個有5位學生聯絡袂到。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印度航空空難死傷真嚴重，這也是第一屆有波音787這型的飛行機發生空難，規台毀損。有專家認為，可能是飛行機是出問題。目前已經找到一個烏鴉巴，要調查事故原因。印度航空班機發生空難，因為飛機起飛了無久，上佇咧主題區，造成嚴重的傷亡。有飛行專家分析事故的原因，強調官員就要調查飛機的配置。The image shows the airplane with the nose rising and it continuing to sink. That says that the airplane is not making enough lift, and the slats and flaps are positioned so that the wing makes more lift at lower speeds. That the trailing edge flaps are in the position I would have expected them to be. 有專家講，飛機佇咧起飛時陣發生涉機的意外真罕見。有可能是飛行員的失誤，也有可能是航空公司本身的問題，或者是飛機本身出問題，但是也有可能是外在環境因素，親像風吹的方向加能見度。航空隊長網站表示，這台波音787-8夢幻客機是現役上現代化的客機之一，這也是全世界第一台因為空難全毀的波音787。波音的估計這裡開盤就幾個檔盤。收盤時陣是盤4.81%。自從2014年到這嘛發生幾多件重大空難意外，包括2014年馬航 MH370班機空難，2018年印尼西亞航空610班機空難，2019年伊索比亞航空302號班機空難，2020年中國東方航空5735號班機空難。到去年底，南韓濟州航空2216號班機空難，攏是波音客機發生意外。為了要調查事故發生的原因 ，OR 是關鍵的設備。這種正明顯的感色或者是黃色的長形四角形的 R， 會記錄飛機佇咧飛行過程中的各項資訊。Built to withstand high forces, high impact crashes, intense fires, deep sea pressure, for example. And again, they are usually located at the tail of the aircraft to, increase the survivability. 當局佇咧意外發生了幾點證據內，就找到其中一個佇咧飛機尾流的 OR， 不過一個有一個佇咧飛機頭前的 OR 也未找到。意外發生了，美國交通部加聯邦航空管理局講，是也無看到任何需要停飛波音787航班的安全資料，並且會組團加波音責任去印度調查這件意外。公司新聞鄭慧玲編輯。美國總統川普才剛提出警告，講中東可能會發生大規模的衝突。這以色列就先下手攻擊伊朗的核能設施，同時嘛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那上新的消息是，伊朗已经反击，伫咧过去几点钟内向以色列射上100台无人机。就伫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宣布全国进入特别紧急状态了后，耶路撒冷空袭警报大响，因为进前以色列针对伊朗德黑兰附近的核设施、加弹道飞弹计划进行乘组攻击，精准阁有联合攻势的打击。德黑兰的民众是伫暗暝大声爆炸声甲火光中行精神，有所在出现真大火焰，建筑物有传出倒塌。当地记者徛伫帕普冈的街路直连线，后壁的建筑物当出现大火。伊朗政府嘛随关首都的领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透过 YouTube 发表声明表示，这项行动会持续到威胁消除为止。We struck at the heart of Iran's nuclear enrichment program. We struck at the heart of Iran's nuclear weaponization program. We targeted Iran's main enrichment facility in Natanz. We targeted Iran's leading nuclear scientists working on the Iranian bomb. We also struck at the heart of Iran's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 以色列国防军 IDF 表示，有几60台以色列战机参加行动，要求民众赶紧避难。במערכה זו צפויות התרעות רחבות. יש חשיבות גבוהה להתמגנות מיטבית, בין אם במרחב הפרטי או הציבורי. עדיפות לממ"ד, מקלט, מרחבים מוגנים במוסדות חינוך ומחסים ציבוריים שמאושרים על ידי פיקוד העורף.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嘛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有收到以色列进前通知有这项行动，不过美国无参与。进前美国就已经为伊拉克首都撤离部分外交人员，佮开放驻中东的美军家属自愿撤离。前日阵川普则警告以色列真紧就会动手，不过伊嘛表示美国无愿意看到冲突这么激烈。其实伫阿曼岛协调，美国甲伊朗2国4月中才重新展开真侪轮核子会谈，本来6月15就要进行第6轮，看来是已经被迫中断。Mr. President, how imminent is an Israeli strike on Iran? Well, I don't want to say imminent, but it looks like it's something that could very well happen. We're fairly close to an agreement. We are fairly close to a pretty good agreement. It's got to be better than pretty good, though, but it's got to be, I'd much prefer an agreement. As long as I think there is an agreement, I don't want them going in because I think I would blow it. 川普一直表示希望透过谈判解决伊朗核武关键原料浓缩铀的问题。不过最近外界对伊朗核计划的议论已经升高到最高点。联合国的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理事会，则拄啊因为伊朗无履行核武扩散的义务，对伊朗通过20年来头一届的谴责决议。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新北市区一台公车昨下晡经过邦桥车头的时，要转弯却和另外一台公车相撞，这窗仔是弄甲脆糊糊，司机却继续驶去后一站，才放乘客落车。公车伫路口越过了后，车先去弄到另外一台公车，不过司机并无甲车停落来，车好了后竟然驶离开现场。车的窗仔门破去，玻璃油四散伫车底，公车已经受损，司机却继续伫咧驶，驶去附近的公车站，才让所有的乘客落车。我是受到蛮大的影响，因为那时候破的地方就在我座位的正旁边，他们没有在原地处理好那碎玻璃，我也没有看到警察出现。事故发生伫咧12下晡5点外，2台3中客运的公车伫咧新北市的邦桥车头附近去压着。客运的业者表示，这个刚弄到的司机驶公车已经有28年的经验，伊的酒测甲休困拢有正常，应该是无驾酒驶车或者是疲劳驾驶。本公司7、8路线公车因为注意安全间距及车侧状况，不慎擦撞同为本公司南37线公车。雄雄弄这个，唔奈互2台公车拢总有20个乘客行一条。有一个学生的家长打电话去反映，讲因囝因为安尼受伤，不过警方到达拢无接到报案。停在那边的话，势必会造成当地的交通打结。我们已经有收到公车业者他们提供的行车影像，不会有什么肇逃的状况。交通局回应讲，已经有要求业者都要赶紧甲受伤的人联络，嘛要加强驾驶员的训练甲教育。面对这个疏失，业者嘛伫13早起，甲人叫登去辅导。这种情形我遇过啊，也是这样子，角度没抓好吧？急刹车的时候吧，往前撞这样子，然后其实还蛮危险的。为紧急打洞啊，造成乘客受伤，车门去夹到乘客拖行，当时还有冲起的分隔岛的。加上这个事件，发现最近国内真正发生公车引起的事故，所以司机驾驶的行为需要提升，唔通让乘客坐车感觉心惊胆吓。
公司新闻新北报道。桃园路上一间资源回收场半暝盗火，火烧甲真猛。消防人员是透暝抢救，一直到今仔早起7点，才总算甲火拍花。不过这乌烟真高，嘛影响到国道塞车的视线，造成塞车塞2公里长。火正大，烟正高。桃园路特区大新路376巷这间资源回收厂，13透早发生大火，火不止啊大，一直烧到早起7点多才被拍花。消防队直咧进行暂火处理，火架在现场无人伤亡，也无人掉伫内底。导火原因，火调目前也搁直咧调查。昨天晚上到现在啊，叫我们这样子，梦一就停电了，没有电了。到达现场，已经发现全面燃烧，请此再加派38台车，76人。白天的火势已经控制完毕，正在做残火处理。发生意外的地点是一间制造发泡粒的塑胶回收厂，内面拢是高度的物件，所以火正大，烟也正高，影响附近的国道2号高速公路。相对部署消防车伫国道2号顶头警戒灌救，只敢剩2条内线车会当过，规条路塞车塞差不多2公里远。环保局已立即派员在上下风处进行空气品质监测，目前检测结果显示浓度数值尚未超标。环保局讲，路德资源回收厂大火高烟，污染所得检测并无超过标准，会继续追踪空气变化。若是有异常的情形，会随通报。业务员提醒，呼吸道敏感的族群，包括老大人、囡仔，甲有下肢过敏体质的民众，尽量莫出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南永康有一间卖场昨暗传出枪声，是一个姓吴的查甫人，若像食酒醉，伊举武士刀啊乌白压。警方赶到现场要甲压制，个无细致开枪，带着这个查甫人的颔棍，随亡送病院有救回来，不过目前是还袂脱离危险。卖场门口有封锁线，无远的火架涂骹，一个人看到火焰，监视人员伫咧内面采证，调查代志发生的原因。台南市永康区中华路一间二手卖场，12暗7点多发生有民众夜倒闹事，警方接到报案到现场压制，则听到枪声，嫌犯就倒伫咧涂骹。警察说好几声坐下这样子，犯人好像是往里面冲，然后可能就是后来就听到了一个枪声，对，然后大家就默默的往边边靠。那个人怎么样啊？有中枪吗？还是怎么样？应该是中枪，因为后来马上就叫救护车过来。有民众讲，这个48岁姓吴的查甫人，敢若是啉酒醉，手内摕一支武士刀伫咧门口一直压。警方到现场了，叫伊甲刀放落，伊煞走入去卖场内面卖。警方缀伫伊后壁，趁机会甲压制。伫过程中，敢若是抢走火，去射到这个姓吴的查甫人颔棍啊！见无名手持武士刀，立即持枪警戒，并喝令其将刀子放下，趁其不备，冲上前压制。为压制时，疑似枪支走火，击中无名受伤。员警立即通知119救护。姓吴的查甫人一开始是无喘气心跳，未送病急救，才恢复生命现象，不过也未脱离危险。是不是真正是抢走火造成的，也是警方执法过当？台南地检署目前也搁伫咧调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关心政治消息，总统去桃园反恐训练中心视察。总统强调，国际情势复杂，就要推动社会防卫韧性。全力拼国安，按照内政的部分，为着要防止诈领助理费，罗总统要求民进党的民代袂使请配偶加3等亲以内亲人做工会的助理。团讲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书培对这项禁令是真不满。反恐小组伫咧真下通道来来去去，体现团队合作甲社交的能力。所来模拟歹徒甲门锁起来，野枪闭起来进行。特勤人员使用训练的炸弹甲门崩开，入去内底排除威胁。特勤小组搭直升机随降落来地面，模拟列车受到威胁，要赶紧把人质救出来，建立安全的通道，把人质疏开。近年来，面对国际形势日益复杂，以及气候变迁、灰色地带侵扰等等的挑战，我们要结合各方力量，推动台湾的全社会防卫韧性，降低各种天灾与事故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警察同仁正是全社会防卫韧性重要的基石。团结一致面对国际形势的挑战，不过民进党内底所出现无同款的声音。
有风声讲，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书培不满民进党主席，也就是总统赖清德，要求立院的民代袂当任用配偶甲三等亲担任工会的助理，伫办公室匹配叫大声咧。谢谢大家，我们会在党内讨论。谢谢大家。之后才会约主要讨论，是不是？我们会在党内找各个我们能够讨论的方式进行讨论。简书培12日暗时嘛，伫人面前发声明回应讲，民进党是会当表达正人意见的政党，党员有无共意见是真正常，会透过一定的管道反映意见。不过方向正确了后，就会遵照办理。公司新闻台北桃园报道。罗总统伫咧5日抗就职1周年，讲有指示国安团队规划向在野党进行国安简报。即阵南北两党是拢已经接到总统府秘书长潘bình安的电话，这日子是定伫咧6月18。不过，民众党黄国昌干那讲这资讯混乱，并无表态敢会参加。按照国民党的朱立伦讲，希望调野对话，毋是去听总统解释。针对南北一直希望调野的领袖会当最近来讨论国事议题，总统赖清德伫咧5日抗就职周年迄天，讲已经指示国安团队规划对在野党主席进行国安简报。伫6月12日，秘书长潘bình安也亲自敲电话，讲日子是定伫咧6天了后，就是6月18。因果互人质疑时间伤过赶，细节无够透明。赖清德总统会不会参加？那具体的流程到底是什么？我们到目前为止，处在一个非常混乱、不明的资讯当中。在交换意见、共商国事的过程当中，我们主张公开透明、全程直播。那牵涉到国安机密资讯，当然不宜公开。不是单向交流，不是总统训话，而是朝野对话、共商国事。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展开诚意。我会觉得时间太短。只要能够对国家好啊，虽然时间短，我们都应该要全力以赴。民进党主席黄国昌话无公示，因阁强调未污蔑任何的前提，也希望总统府方面赶紧公布详细内容。因那国民党认为关系到经济、能源、社会安全等问题，都无应该排除。到底呢？我们跟美国的贸易谈判如何？好，或者我们的一些中小企业有什么样的利益会受损？哈，这点是我们非常关心的。赖总统完全不去提这些事情，而只是要单方面的去设定非常狭窄的议题来跟在野党来做报告沟通的话，我觉得这是不够的。在野党的领袖们应当来共体国间，作为一个忠诚的在野党，总统来释出国安的资讯，就是希望携手所有的朝野政党一起来团结国家。南北两党强调，细节会交予党秘书长去沟通。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讲，希望各界会当尊重总统府方面积极严正的安排，避免伤过侪负面的猜测。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民党的立委陈永康提案要修改《两华人民关系条例》第29条，甲禁限制水核公告款照为国防部改做海委会。陈永康表示，因为这今麦的水核已经改读军事管制，禁限制水核卫生款照，若继续予国防部管，会真奇怪。毋过这民进党的立委是批评修法是咧甲中国斗相共，弱化台湾的主权。呼叫中国海警14607。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咱海巡人员向中国的海警船放送话会，要求对方赶紧离开咱禁限制水核。中国想要用不少地带协逼的情形，这几年伫咧金门水核常常发生。因过禁限制水核的公告款照原本伫咧国防部。国民党的立委陈永康带头提案修正《两华人民关系条例》第29条，准备要甲款照移转到海洋委员会。立法要旨也阁讲到两华内战也未结束，引起大家的争议。站在禁限制水域里面，国军并不能够有涉及的权利，所以这个东西要做一个沟通，而不是说我替对方找这个理由变成内海化，这是不对的。一旦进入了中国对于台湾享有治权这个法律战的框架之下，台海发生任何的战事，国际军事的协助都被斩断。
陈永康解释讲，两化伫咧法理上也未结束内战状态，这外援是天经地义的代志，无应该被曲解。杨国尧专家分析，两化局势即马正紧张，尤其是金马水系常常有中国的渔船或者是海警船出现，伫咧禁限制水系的处置，无适合提悬到军事战机。由执法的单位海巡业管威胁广告，会当降低无顺利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对方对我们这个海域的袭扰仍然不断，目前看来还是以交由海委会来管理是比较适当的方式。海委会是回应讲，基于个案考虑，应该维持由国防部负责，这能确保相关水系管理加防务作业的协调性加一致性。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香港国安法一个实施了后，真侪参加反送中运动的人，高不集中流亡海外。即马6档过，才个人讲因的厝早都毋是原来的模样，总是讲继续伫咧外地生活，才会当互国家会记住过去香港自由的日子。警方动用催泪弹、手令枪指甲民众赶。2019年6月12日，伫香港为着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真侪香港人去街路抗议。结果大家毋捌想到，这个自由的国家会互因这么清分。催泪弹在我们眼前爆开，那气味开始散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觉得很惊慌，直接往释放方面去跑，然后现场是超级混乱，就是差点会出现人踩人的情况。我们有一些人只是拿住水去到现场，然后旁边几个警察就把他压到地下打。原本和平的表达自己的意见是允许的，然后在2019年的6月12号就变成是一个违法的行为。6年过去啊，苏当时香港警察的强制镇压，伫因的心内也是感觉真惊吓。香港版国安法实施了后，互因高不离中都要离开故乡，有的逃亡来台湾。较好运的像蔡帝豪，透过专案摕到伫台湾登记的身份。我来台以后发现说，真的是家里有被搜寻，有这个想要逮捕的意思，那也不是很确定会不会香港，就开始去接洽一些议员啊，一些的跟我们长期一段时间协商，就是后来他们有成立一个交流办，也有成立说这个专案的审批。迄当阵反送中的香港人，也就是《苹果日报》创办人李志英，政治控制控年12月份封关押到达加拿大国会机关，呼吁加拿大政府予伊拥有公民的身份，嘛希望香港当局甲伊放出来。当伫咧监狱内底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吴志峰，初来佫一概互拘捕，而且互指控国安罪名，相当可能爱互关14人。看到王志凤嘛，然后又被就是在狱中，然后再被控告。那这个状况底下，其实我们也会知道，回去香港风险很大的。在香港，我们可以看到6·4的集会已经没办法做了，那6·12的集会更没办法去做。那我们其实，在台湾至少还会有这个空间。陆委会呼吁中国甲香港政府，唔通阁对民主人士遐尔粗残。也若伫咧台湾的香港人，希望民主自由的台湾，唔通成做后一个香港。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热，有真侪人爱啉饮料。不过台中是有一个23岁少年人，伊逐工拢啉2杯凉的，拢无咧啉水。上班的时，佫定定禁招，想袂到时间一久，伊的药剂结石甲白血石直直发烧，拖1个月才送急诊，结果是引发败血症，住伫咧家护病房，险啊无命。即马天气有够热，袂少人拢会食凉的。毋过台中即个23岁姓林的查甫人，逐工拢靠食2杯手植茶来止喙焦，补充水分。长期落来造成健康出问题，佫爱去看医生。几乎没什么在喝的，都喝茶、有糖的、乌龙，1-2杯不一定。林先生讲，伊是做食的，若咧无用的时阵是无时间通食水，佫会禁药，所以讲逐工拢是啉2杯半糖的手植乌龙茶。算算的1个月上无得啉60杯。不过最近说是出现药剂结石佮放血，食药3天了后虽然是有较好，不过颠颠倒倒1个月来一直咧发烧。后来检查是得急性的肾盂肾炎，佮引发败血症，险啊无命。右边的肾脏可以明显看到说它比左边的肾脏还要肿的非常多，接近要到2倍的一个状况哈。它的发炎指数、感染指数到达27的一个非常高的程度，那正常值是多少？0.3，所以接近是升高一个90倍。医生表示，急性的肾盂肾炎是一款常看到的上臂摇头感染，
去因是腰子甲肾有受到细菌干扰，产生急性的发炎。营养师表示，一般人认为讲这食凉的嘛，等于是食水，不过手续地当中是有糖分。若是佫有另外加料，这当中佫有食品的添加物，加一寡热量，拢会造成身体负担。如果是50公斤的体重的人呢，那它是大概乘以30cc 的水分，大概就是一天可以喝到1500cc 的水。那大概一瓶保特瓶是600cc 左右，我们至少要喝到2到3瓶的会比较足够。营养师表示，水若食无够，就会造成尿、甲血浓度伤过悬，无法度代谢。建议平常时若要食水，一杯唔免食伤济，爱加食几杯啊。若是有要啉凉的，建议是爱以微糖也是无糖的茶为主。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有研究指出，高端的感觉会提悬老人失智、死亡、佮有抑郁的风险。根据国卫院公布上新的研究，发现语言理解会当减轻高端的感觉，所以就建议家属甲医护人员咧和视大人讲话时，爱讲因的母语，互视大人听较有，都袂感觉孤单。前几天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隔离关伫咧厝里办公、伫咧线顶上课迄段时间，人甲人较无接触，民众的孤单感就会较重。也若伫咧生活中有研究显示，65岁以上的时代因为退休啊，生活较会感觉孤单。研究指出，这款孤单的感觉也会提悬失智、抑郁和死亡的风险。所有年龄层的自杀率比起来，高龄长者的自杀率是最高的。这个也跟他有比较高的忧郁症、比较高的孤寂感的盛行率都相关。国卫院找50位健康的时代，运用脑波技术去探讨孤单对时代语言理解的影响，发现就算是身体健康，也无出现退化。不过孤单感较悬的时代，会有语言理解困难，出现类似早期失智的变化。国卫院也发现，用时代时在语言，亲像台语、客语、原住民语，用母语和时代讲话，会当增加时代的语言理解，减少孤单的感觉。那原来的母语就是他生产的时候的第一个。语言的那个学习的系统是跟他沟通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有很多在失智中期或严重的时候，他可能连普通话都没办法讲好，他就回复到他原来的客家话或者是台语的这个原来母语的状况。研究也发现，真侪时代虽然身躯边有看护，也是医护人员咧陪伴因、照顾因，但是若是单纯敢若陪伴伫咧因的身躯边，无甲因开讲，这个时代就会开始感觉孤单，语言理解困难，就会减少互动，就会开始愈来愈孤单，出现恶性的循环。国卫院也表示，所以真侪病医为着要提升医护人员和时代的沟通能力，要开始安排母语课程。国卫院认为这是真好的办法。记者陈轩、林旭凯台北报道。大学特别校怎，真侪学生会去做线工。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有7成学生有打算要找兼职，不过就要注意，唔通去互诈骗拐去。劳动团体嘛提醒民众，上好是找合法立案的人力银行，也是去查看敢是合法的公司咧招员工，有经过审查会较有保障。我加入了赖的社群，那这时候看到都还是正常的状态，直到我看到的社群开始发布了投资的一些网站跟课程，我就在社群里面去询问说，是否有这个公司的统一编号来证明他们是一家合法的公司，那他就立刻把我封锁踢出群组了。有时大学生的林同学讲，为着要做兼职，因头路的是已经确定过时间地点，1点钟的薪水嘛，才比一般行情100到，佮加560块尔。但是要问通一边好，都互人踢出工作群组，才发现险啊，都互骗去。另外，更有一位劳动学分享讲，家己兼职遇到的问题，那雇主头起先无讲清楚，爱达成偌济兼职，落尾是连1块钱都无摕到。到了现场才知道说，就是有的会发薪水，可是他就是跟你说，就是你要达到这个 KPI 才会是这个奖金的薪水，然后先引你过来。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上侪人做的是餐厅，有51.8%，柜台行政是33.5%，也那第3名是活动工读生是28.7%，有7成的学生会打算伫咧暑假兼职。人力银行表示，上定遇到的争议包括看的工作内容和实际做的无同，也是哄骗个人资料，甚至是入去公司了后要求爱先买产品等等。路透嘛提醒民众，若是要找头路，上好爱找合法立案的人力银行，有经过审查较有保障。公司是有统一编号的话，你可以去查询。如果查得到的话呢，通常它也是有合法立案的公司，这样是比较安全、比较有保障的。譬如讲有一寡人力银行的这个平台吼，这可能因
较有规模，较有一寡保障社群媒体，比如讲是。Facebook 啊，还是像一寡社群媒体，这就因为这资料可能拢会较少嘛，你嘛唔知到底是谁藏起的，这部分就要去特别注意。乐团呼吁民众，若是怀疑家己遇到诈骗，除了找亲戚朋友等3天，嘛要先收集相关的证据资料，报警，还是卡165反诈骗专线来保护家己。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地方消息来看，宜兰头城行政中心头前的一排路树仔，最近修剪树尾煞拢斩掉，规丛变甲光缺缺，引起质疑。工作表示是惊做风台，这树枝落落来，颠倒危险。规排树仔剩树身，树仔去互人坐头切断，敢若剩一寡细叶甲叶仔，叶是一片叶仔都无。宜兰头城镇行政中心前规排路树，去互人安尼修剪，也引起外界议论。你会觉得这样不好看？稍微比较有一点凸一点点啊，稍微凸了一点点啊。因为可能卡到夜市的关系吧，所以它应该是需要把那个树根修剪掉。民众对修剪树尾看法无同，电工所讲有面来反映，这个树仔若大概风台来，长尾会影响四周围的主体，所以提早修剪，剪修这部分会检讨。之前就是。以前啊，就是没有修很多，然后结果台风啊都把它打到人家的家里面进去。它如果雨水积在水平的那个树面，就是截面上的时候，其实那个地方是容易长菌或干嘛，对树木是容易生病的。新闻老师讲，这种用水平的修剪方式会破坏树仔本来稳定的树尾，新发出来的幼蛙袂堪咧风台的冲击，敢会带来更加侪长枝，若无效果，更加会伤害树仔。有关这个树木疑似过度修剪的事情哦，那目前宜兰县树艺景观所每年都会邀集各机关学校进行树木修剪的说明提醒一些应该注意的事项。县政府表示，树木保护就伫条例内底，公有的大樟树仔拢有纳入规范，希望会当进一步提升管理强度，避免类似的情况搁再发生。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中华关议会3读通过就好保育土地条例，正做苗栗到台中以后，全国第3个完成立法的县市，范围包括台14线以东、国道3号以北的地区。不过，环保团体和就好保育协会拢认为，这台14线以西嘛是就好重要生态地，应该要列入去保育范围。石虎倒伫咧路边已经无生命迹象，这是去年1月中华分园的路杀事件。为着要保护石虎的生态，中华县议会12号3读通过石虎保育土地条例，正做是苗栗县甲台中市了全国第3个完成石虎保育立法的县市。自治条例通过以后，我们会利用各个管道来宣导，保护区里面的整个所有的开发都会比较友善。如果是石虎的路径，我们尽量就会减少那个流浪狗的出入。条例明确画出石虎出现的列区，范围是包括台14线以东、国道3号以北的地区。不过，中华环团提供农业部林业保育署公布的石虎重要栖地图资，认为台14线以西八卦山地区拢无涉及，明显有漏高。一整个大片的这个八卦山地区，其实它在农业部的林保署所要求食物专家去做调查，所调查出来的结果，它其实也是所谓石虎的重要栖地。台湾石虎保育协会强调，台14线曾经发生几落件石虎落山，表示有石虎穿越，无建议当作是为范围的边界。光台14线本身就有过很多起的石虎路杀，也就是代表石虎一定是要穿越台14线，不管是从东往西或从西往东。那我们拿台14线为边界，就是个不太适当的范围。环团甲协会拢认为，石虎保育土地条例有修正的空间，应该避免让石虎栖地丧失或者是破碎，才会当达到保护濒危物种的目的。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原本定伫咧指控1年完工的彰化渔港，因为这经费无够，厂商阁走路顶，工程是一直延前。即阵彰化县府总算是宣布，彰化渔港的渔船埔头要正式启用，第一阶段开放80只船，未来渔民若要出海，总算是毋免阁等海水扒流。
淡水犁大船入港，中华头一个免碳流水出海的渔港正式启用。伫中滨工业区内的中华渔港，为2015年开始起造，原本按算2021年完工，但是因为天气、经费侪原因，工程一直延前。政府即阵宣布中华渔港的渔船埔头开港启用，第一阶段开放80只船位。从这里出海是最近的，那怎么样让我们的渔民呢能够有好丰收？所以呢我们也就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先行来这个开港哦。中华渔港这边主要是针对咱有仔港，也是百姓这个位做渔港的。拢大家进驻，主要因为那边渔港拢是后槽港，即马咱彰化渔港这个不是后槽港，所以渔民这边很方便。中华港府表示，海事工程施工的难度高，而且嘛受天气限制。台湾这几年真少建设新渔港，目前完成第一阶段的开发计划，南北边的补换工程也欠3.35亿，各需要中央的补助。共了22.18亿呢，我们在书里面已经补助了16.76亿，这个3.35亿的部分。我们在持续的在跟政府来一起合作，我们也跟经济部一起在合作。政府表示，接落来会继续推动第二阶段甲中程计划，若一切顺利，未来北华上济当提供予330只渔船进驻，南华、离华风电业者的营运为后码头，卖港埠启用。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屏东县为去年开始推设交通安全宣导计划，安排路老师甲老大人教交通规则，建立正确的观点。屏东县有统计开始宣导了后，和去年同期比起来，侪伙人交通死亡指数有减40%左右。全世界即马拢爱汽机车爱礼让行人，知无？老师做交通案例分享甲宣导，长辈时代大家听甲真认真，想到问题阁会举手问。穿黄色夹的，就是交通部对2024年所推出的路老师。因为屏东长辈多，阁定定骑车出门，交通风险较悬。这个路老师因为看到逐年的交通事故袂少，就决定家己去报名参加训练。不太了解交通规则，所以造成很多交通事故。那刚好有这个机缘，有陆老师这个课程，我们就来上，把我们所看到、所了解的，把这些交通的规则也好、法规也好，还有一些案例来分享给这些长者，让他们晓得出去行要怎么样才安全。屏东目前有42位路老师，是全国上济，因会到社区宣导，教阿公阿嬷安怎安全过车路，爱穿较显白的衫。县政府统计，今年长辈交通死亡比去年有减少11个人，降4成。来上课的时代拢讲，经由罗老师的复习甲提醒，因有更较认捌新的交通规则。上课了后，咧骑车更有信心，对一搭爱转，对一搭袂使咧骑，家己拢会提醒。老师咧教我拢会甲记牢咧。即摆的线路话拢总甲以前的无共啊，嘿。即马因为袂当左转啊，啥物货拢袂当啊，拢所以爱遵守即个交接较好啊。罗老师毋若是宣导交通规矩，嘛会教一寡骑车的美角，时代会晓这个观念，出门就较安心。屏东县政府表示，今年下半年阁会规划大约100场的宣导活动，希望透过罗老师的分享，会使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台南埔仔店让180档，搁要办王孙节。王孙彩绘当咧筹备，彩绘团队用1个月时间，无论是船墙、船岛的道拢画甲真有路。上特别的是全新的设计，乌底雷金，庙方嘛开放予民众参观。彩绘师当咧甲粉线补金做修补，彩绘团队用1个月画这只帝王级的王船，总算要完工。对中秀台湾县志纪录来看，台湾府城埔仔店对清代就咧做王孙节，即回让180档，要6个举办。当头戏就是这只王船，无论是东镜内面有按5底钱，其中最侧的部分应该画做狮头的形，喙内底各有10个，这嘛代表十全十美的意思。是船啊工课，完全是完全无同款。咱的船啊，大部分都是王船，毋过我这只船啊是帝王。咱的龙头大部分都是死饲料的，叫做王。毋过我五料叫做帝，啊，啥物叫做帝？这个东镜内底有孙子、孔乙、雍正、
乾隆嘉庆，有即五个皇帝帝王前安置内底。斟酌看这只王船其实介特殊，主要因为台湾这阵多数王船拢是画甲浅色的，这回普制电王爷公交代，彩绘师则个用乌底落去做蕊金，看起来更加庄严。另外，彩绘师伫船岛甲船墙遮拢画吉祥物。12大将，这是顶面的部分。伫咱4个角头是四方神兽，东西南北。伫这个腰带部分遮，咱是做8仙的这个宝啊，来象征8仙。无伊用8仙，咱拢画伫顶面。底部是做咱这个10大神兽，是咱《山海经》内面找较吉祥的、较有象征性的来做这个底部的部分。因为之前在看的话，其实没有像黑色打底这种王船没有看过，是第一次看到。为着通互人更加明白王孙桥的传统文化，庙方队开始做王船到完工，拢开放给民众来看。旧历5月20主时，因徛顶个仪式，嘛就是祭奠起鼓啊。经过180天，才去办王孙桥，咱透视人才拄会到一届。庙方嘛邀请大家来见证历史。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台南市林古迹德基洋行内底有5个所在，互游客转囡仔，所发现有游客甲囡仔黑白转伫咧刀啊、壁刀和窗啊拢是。官方是提醒游客毁损古迹违反文字法，上当会当罚关5年，罚2000万。民众摕德基洋行的限定囡仔转伫咧收集纸，就是要摕来做纪念。也毋过详细甲看，毋但壁刀有即个囡仔的图样，连窗仔门拢有。其他游客看到这款情形，嘛感觉伤撼过。就是他可能有点有碍观展，然后就影响整个展览的整体性。我觉得如果有其他游客，比如说外国游客来，可能会觉得，就是台湾人的素质嘛。台南市林古迹观光景点德基洋行经过1年的整修甲换展，今年以全新的面貌甲游客相见，更加推出双色展，提供5种囡仔予游客收集，想袂到去予民众黑白转。针对这个情形，台南市文化局也提醒民众，若违反文化资产保存法，会当处半年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罚50万以上到2000万以下的罚金。所以呢，后续呢，我们应该会请传统匠师呢，来就这个白灰壁的一个表层呢，进行一个清洁以及维护这样子。不过呢，还是真的在这边呢，向民众能够呼吁哈，就是说污染古迹的墙面是一个不可取的行为。受损的铺设墙面经过初步的检视，确认敢若污染表面无渗透到中央甲底层，古迹的结构嘛无受损。也毋过，游园是需要专业人员以传统的工法进行清洁甲修补，为着避免类似情形搁发生，后续已经强化现场管理，搁伫每一个站点设牌啊，提醒民众莫黑白甲设施也是壁倒转囡仔。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伫嘉义县市交界大溪厝是种稻仔主要的农业区，为着要推动社区发展，市政府甲社区合作，邀请艺术家创作替社区装塔，嘛要办活动，希望替社区甲在地产业找到发展的机会。社区囡仔画的图，将做是投影的图面，另外一边挂稻仔村的稻草，嘛摕来做卖中的创作。嘉义市的大溪社区配合艺术家的作品，要让人感受无同的农村气氛。这届的主题主要是引用《小王子》的故事，阮为入口开始就一寡甲小王子，伊就是为伊的星球去别个所在的故事，来带大家来看无同的艺术品安尼。嘉义市的大溪社区除了有水环境的教育园区以外，社区内底阁有8口超过300栋的古井，为着要推动社区发展，社区配合市政府透过活动的举办，要让民众来认捌这个伫市区的农村。即嘛有互咱社区带动一寡即农村经济让咱社区的产业一寡在地产业、像美的文化还做一个产业来推动安尼。嘉义市很特别呢，我们是离农村最近的城市，我们希望呢可以借由活动，可以借由产业把它打开来。所以呢，我们这次呢会有非常棒的一个夜间的一个艺术的策展。创作的艺术家表示，内底展览的艺术品，日时甲暗时拢有无同的感觉。拜6礼拜，阁有市集甲表演的活动，希望透过这个内容，替社区甲在地产业增加互人看到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一般的鸟仔尾流拢长长直直，不过伫咧日本的Nagasaki煞有被背下的鸟，因的尾流拢短短呀，有的阁翘起来，互人号做麒麟尾。医学研究应该是近亲脱种基因突变，不过日本人相信这款尾流会当甲好运交过来。好伴鸟蜜酱真享受游客安搭，卷起来尾，佮安尼悬悬翘起来。日本长崎当地有将近800鸟啊，尾拢是麒麟尾，是日本其他地区麒麟尾鸟数量的2倍。2019年，当地也佮伫日本上内拱形石桥目镜桥边啊，成立专门的新社祈求鸟健康长寿。オマガリネコなんですけれども、要は尻尾の骨の遺伝子がいびつな形の、形で生まれてくる遺伝子を持った子たちの総称となります。尻尾の形もですね、鍵尻尾、短尾の団子尻尾いろいろ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みんな幸せを引っ掛けてきてくれる幸運の尻尾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过去研究显示，日本鸟仔是伫西元6世纪，佛教和尚为传教保护尊顶的中国经文，为中国将鸟仔带上船来掠鸟鼠。当起麒麟尾鸟的起源是伫17到19世纪的时阵，日本在海禁锁国时期，迄时阵唯一对外开放港口就伫当起。这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起点也才达到真济麒麟尾鸟，因对上船对于停船保护尊顶为达那亚运向日本的货物来到当起。另外，麒麟尾鸟数量侪原因，鸟科诊所所长山本忠信认为，真可能因为日本锁国期間，鳥喺高熱嘅環境生態造成基因突變。イギリスだとマンクスっていう有名な猫がいます。マンクスはもう尾が完全に欠損しているような猫なんですけども、でその猫も結局マントっていうですね、イギリスの島に生まれた猫なので。やっぱ同じような環境が揃うと、そういった曲がり猫っていうのは発生するのかなと思います。即卖麒麟尾鸟已经正做当徛当地吸游客特色之一，是被少爱鸟仔的人雕成地之一。古边也希望透过这鸟甲新车带动当地经济。公司新闻陈时东朋友。天气玻璃仔做来关心下半晡的温度。北部地区28度到31度，中部地区27度到31度，南部地区27度到28度，东部地区27度到30度。华岛地区27度到32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下晡新闻，我是陈怡珍，后礼拜一下晡3点，咱再会。